妈，这一次啊是一个大好机会。现在你醒过来，就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反败为胜的好机会，怎么能错过啊？妈的昏迷不是意外，都是因为他。奶奶，你不要再装了，你惯用的伎俩我知道，你骗不了我的。宁娇，我今天要带你来，就是让你帮我记住，我答应你凤爷阿姨的事儿。以后。乔家没有给你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。这只镯子是我出嫁时的陪嫁，50多年来从没离身。妈代表乔家把它送给你，作为纪念吧。记住，妈是懂你的。心事对谁说？岁月静静聆听着蹉跎，是美丽抵不过虚华的包裹。凤仪阿姨，奶奶让我出来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好了。凤仪阿姨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问吧。你觉得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是一个好母亲，是个好妻子。她比谁都爱这个家。你跟金帆要好好孝顺她。我明白了。婉阳，婉阳，你今天要是没事儿啊，你就跟妈妈一起去兰心会。张嫂，张嫂啊，太太，婉阳去哪儿了？哦，她在你午睡的时候出去了，还拉着行李箱呢。拉着行李箱？哎，
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对不起，太太。爸妈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。自从万华离开以后，我心如死灰。但是作为你们的独生子，我想该在你们有生之年尽孝道，在华朗工作，完成你们的寄望。自从早上，当我知道，原来你们只是利用我跟婉晴的善良，向乔金帆下套，我的心一直在淌血。我接受不了这个卑鄙的手段。我有这样的一对父母，我对商场生厌，我对这个家生厌，所以，我决定离开。万华说过，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在于身份。我不知道没有钱的烦恼，所以除了护照和我的一些积蓄以外，家里给我的信用卡、车及游艇钥匙我都放下了。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但我相信，我总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回自己。妈，我走以后，我希望你对婉晴好一点。我不想她觉得这个世界上人是无情的。不要再伤害她。不孝子，婉阳。我想问一下，有一个叫夏婉阳的开的酒吧在哪里？好久都没见到他了，他好像连酒吧都已经转给别人了。啊，真的？哎，谢谢啊！啊，不客气。婉阳，婉阳，夏夫人。哎，婉阳呢？婉阳呢？我把婉阳哥酒吧里的熟客电话都打了一遍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婉阳哥去哪儿了。你瞎说你！不会的，他一定是到哪里去走走，走一走完了之后，他又会回来的，是不是？他不会丢下我的，他不会丢下海滩和酒吧，你说是不是？上星期他已经把酒吧送给金帆哥了。你瞎说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呀！啊，对了，他去找万华了，对吧？对了，去找万华了，对，可能去找万华了。来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色彩。你约我喝咖啡，不会就是为了送我礼物吧？我想你最近一定很憔悴，我希望你画得美美的。谢谢。没想到我约你出来喝咖啡吧？我现在怀孕，总是一个人在家，挺无聊的。你是躲到哪儿去了？我知道金帆和静媛没能结婚的事情，我心里也久久不能平复。你怎么可能什么事情也没有？我还以为你心情不好，会给我打电话，没想到你躲起来。我工作太忙了。万华都离职了，现在明娇也不去杂志社了，你还去杂志社干嘛？那杂志社仍然要运作呀。我知道你是用工作来麻醉自己。听说你哥婉阳也离家出走了。他这次好像是认真的。婉晴，我真的很替你难过，真的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还一直闷不吭声的？你要逆来顺受到什么时候啊？其实我是真的祝福他们。
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幸福。而且，静远以前跟金帆在一起过，金帆再爱他，不算变心。在一起过又怎么样？你怎么总是活在阴影里啊？以前我不希望你跟金帆分手，是因为怕你再回到凌天身边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你跟金帆哥不在一起了，我居然有点难过。蓝雪，谢谢你关心我，但我想，这应该是命中注定吧，强求也没用。谁都知道，金帆哥是为了钱才跟静媛结婚的。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爸说，让华朗帮他。我爸不会帮他的，而且我哥现在走了，我不想给家里添麻烦。只要能保下乔家，只要他能幸福就好。可是，好了，来雪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还像大学时候那样关心我。你现在不是还怀着孕吗？所以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好吗？创，你觉得我跟聂小言这件事情，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相关手续都办完了，我也派手下的人盯着他去了机场。放心吧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吧。那金帆他知道吗？知道，我打电话跟他说了，他让我一定要先通知你。那他呢？公关部那边为你们大婚的事在开会，所以他过去看一看。壮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。说吧。我拿不准主意，我不知道我跟金帆结婚的请帖要不要给婉晴一份儿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给他，我跟金帆可能就会真的失去他这个朋友。可是如果我真的给了他，他会来吗？别人又会怎么看他？而且金帆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怕婚礼那天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不会的，你对自己要有信心。你帮我给他好吗？为什么是我呀？好吧，反正我有一阵子没见婉晴了。哥，怎么你看起来这么累啊？怎么了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们都在啊？奶奶找你们呢。喜婚的菜单来了，想让你看一下。不用了，你们决定吧。金帆，这是你的大婚，你不可以爱理不理呀，人家静媛会怎么想？再说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，你就要一心一意的对人家。好，那我洗个脸就下来。等下替我把它压下来。哦，对了，晚上我们还要商量一下在酒店出嫁的事儿。在乔家出嫁不行吗？为什么要去酒店啊？这儿是夫家，他在这儿没娘家，得在酒店租一个套房当婚房，要不然
你哥到哪儿去接新娘子啊？嗯？今天比较忙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东西要交给你。我也是，你先说吧。静媛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送过来。你出席与否，我们心里都明白，别做为难自己的事。 谢谢。这个麻烦帮我还给金帆吧。这是金帆以前给我的，他说是他妈妈让他交给未来媳妇儿的。我觉得现在放在我这儿不太合适了，帮我还给他吧。 你和金帆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，我最清楚。留下吧，做个纪念。我不能再留着他了。金帆他现在还好吗？我让明娇告诉他，我今天晚上会来给你送请帖，他应该会来吧？一会儿你自己问他。还是不要了吧。 不如这样，一会儿我们俩吃完东西，如果他还没出现的话，你再走。万阳真的为了万华离家出走了？嗯，我哥这次应该是认真的吧？我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好。 抱歉了，创，我要赶回杂志社了。今天是我在杂志社的最后一天，明天我就要回华朗帮我爸了。哦，那杂志社那边就放弃了？我哥已经离家出走了，我总得回家里帮一点忙吧。创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金帆的照顾，我也相信。 你是唯一不会伤害他的人。如果有机会，请帮我转告他，要小心莫凌天。今后也麻烦你继续照顾他了。嗯，我走了，谢谢。 那我先走了，保重。我们都不会伤害金帆，我觉得你才是最值得拥有戒指的人，你还给金帆，反而更伤害他。 一世的心事对谁说？岁月静静聆听着蹉跎，是美丽抵不过虚华的包裹，还是那次爱情只是路过？ 妈，哎呦，回来了！你哥呢？啊，
婉晴，每次你在杂志社加班，不是你哥都要接你的吗？妈，我觉得哥只是逞一时之气，他想明白了就会回来的。人生有多少事是想不明白的？婉晴，来，喝鸡汤。我让张嫂给你做了鸡汤。你看你最近为了杂志社的事，为了金帆的事，你都瘦了。你要喝鸡汤，你哥说了让我对你好。你喝了鸡汤，晚阳马上就会回来的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把杂志社的事情都放下了。只要哥一天不回来，我就会留在咱们家，留在华朗的。婉晴，你说，妈是不是特别坏？妈是不是就是个坏人？你看婉阳都离开我了，我的儿子都不要我了。今天菩萨跟我说了，他说让我对你好，说婉阳说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他就会回来的。妈，哎呀，回来了，你哥哥回来了！哎呀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儿子呢？我已经派很多人去找了，没那么快。什么呀？你派的什么人呢？他们有没有认真去找？这问题是，他如果真要躲起来，你派再多人都找不到。哎呀！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户头冻结了，他没钱自然会回来。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你？我儿子，你怎么不给他钱用？你这不是要赶走他吗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你要把他越推越远啊！不会的，他不要这个家，不要父母，他不会不要这份家产的，他会回来的。你根本就不懂他。我懂。你到现在都不理解你的儿子，我告诉你，郑朗，我求你了，你把那个让金帆圈那个香港地的那个钱还给人家好不好？你这是在作孽！在说什么？这是在作孽！说什么你？儿子不喜欢你这样，他说过的。走，婉阳说过的，他不喜欢你这样做的。你怎么这么卑鄙呀你？您好，是您点的宵夜吗？来啦。哇，今天吃肠粉啊？我最喜欢吃肠粉了。拿筷子别拿手。哪有筷子？来了，这么晚还送吃的？哎，你怎么在家啊？我们还在酒吧等你呢。干嘛？我觉得肠粉不错，我出去吃。你跟谁在酒吧等我？婉晴。他让我把那个订婚戒指还给你，我没要。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来游艇一趟？我有事要告诉你。我不会来的。我知道你哥在哪里。
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哥在哪儿吧？你是故意把我骗到这儿的。我哥他到底在哪儿啊？乔金帆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哪儿？我哥他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你哥在哪里。你肯来见我，证明你还是爱我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离开这里吧，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、没有人可以摆布我们的地方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啊？我们就这样走了，那其他人怎么办？我不管他们。你可以不管，但我要管。我哥已经走了，我妈自己在家，她怎么办？她不是你亲妈，你管她干什么？而且她从来对你都不好。那你呢？你的亲生父母还有你奶奶呢？你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我只是他们做生意的一枚棋子，我整天像个工具一样而已。我不要再当乔家的棋子了，我不要再管他们的死活。我可以不要我的奶奶，我可以不要她，我就要你夏婉晴，我就要你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我无所谓，乔家可以不在我的手上。我不要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不管他们的死活。我不要我奶奶，我不要她了，我就要夏婉晴，我就要你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说我不管乔家的死活，我无所谓。我不管我亲生父母的死活，我不要他们了，我不要奶奶，我不要他们了，我不要他们，我只要你夏婉晴，我就要你夏婉晴。你总是这样任性，你觉得我们逃走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你听我说，你一定要回去结婚，这是救乔家唯一的办法。我想到你要跟别人结婚，我心里真的很难过。但是乔家败在你手里，我会更难过。我真的不想看到一个因为我而倒下的乔花花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爱那个自私自信、爱欺负我又爱捉弄我的那个臭小子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下辈子我还能找到你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我谁也不认识，但是我只能认出你。我舍不得你，我舍不得你，我真的舍不得你，不要离开我。你晚上不是有应酬吗？有什么比得上在这里陪你看看海景，吹吹海风啊？
很少见你不穿西装。跟你在一起，不需要拘谨。哦，你送给我的衣服我很喜欢，而且跟你在一起很放松。这儿的变化可真是太大了，你看那边那个。是啊，真是事过境迁，都不认得了。还有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那里有一个露天咖啡厅的，现在变成高楼大厦了。我当然记得了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喜欢偷偷到这儿来喝咖啡。我还记得你每次怕被人看见，总是戴个墨镜，还戴着鸭舌帽，像个私家侦探。你在笑话我吗？都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凤仪，今天晚上去法国是1点的飞机吗？那我来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就送到这儿好了。我不想让你看着我流泪，我不想让你看着我的背影难过。不应该像年轻人这样送来送去的。你好好的在家里照顾家人，还有来雪。我会的。其实我知道，在工作上你最放心不下的是金帆。其实你没必要放不下你的面子，你只欠金帆一句对不起。我想等金帆结婚之后，情况就会改变的。等他事业安顿好，我就会把乔氏交给他。到时候我来找你吧。我等你，纪云啊。跟你这辈子的分别，都是为了等待下一次的重逢。妈，时间还早呢。啊，去早点好啊。你就不要去了？对呀，你身体不方便，就在家里好了。爸都没送你，我再不送你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妈不是说了吗？不是爸不送。是妈不让爸送，啊，是啊，不是像那个油条一样粘在一起就是相爱的，有时候呢，朝夕相处并不一定是爱。妈，你是在说我和林天吗？妈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，大家心情都不好，就当我没说过。总之，我说要送你，就一定要送你。啊，好好好。你刚才不是说肚子不舒服吗？不要动了胎气。我看你是怕回城只有我跟你，太尴尬吧？哎呀，你看你们，都快做父母的人了，还这么不成熟。我去一下洗手间，等我一下。林天，你先把行李放一放，有些话呢，我想跟你说说，来吧。我的情感生活折腾了我大半辈子，让来雪从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她为了保护我，养成了独立、自以为是的性格。很多人都说她厉害，其实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幸福。我明白。直到她遇见了你，她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样。有时候，他的态度会伤害到你，可是，你就是他活下去的希望。是。不管你对来雪有什么不满也好，有什么看法也好，我想请你在他把孩子生下来之前，好好的待他。不要让他有什么想法，出什么岔子。这个您放心吧，毕竟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血脉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林天啊，我这个当妈的有时候真羡慕你呀。我有什么值得您羡慕的？你让我的女儿愿意死心塌地的留在你的身边。
就连我这个做妈的，真正爱他的母亲，他都可以不要。明天大婚的事儿我都准备好了，这个红包让燕归带过去，留着引媳妇儿茶用的。这些日子你也够操心的，去了也别跟静媛折腾太晚。哦，明天一天可有的累了。没关系，明娇明天当伴娘，所以她要跟我一块儿去的。再说了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。希望我们乔家在喜事冲喜之后，静媛入门了，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化险为夷。哎，对了，金帆这几天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反正是越来越像你，脸上都没什么表情了。金帆他不是一般人，说不定在大婚当天，他不知道又闹出什么事情来。不会的，他跟你年轻时候一样，只要答应了的事，一定会做到的。但愿如此吧。纪云，我想跟你商量几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这第一件呢，我知道他去法国了，来雪呢，一个人在这儿也不容易。既然他是做生意的人才，不如金帆大婚以后，你让他到公司来帮金帆，我想这样我能安心踏实点儿。这个事情晚点再说吧。啊。第二件呢，等金帆大婚之后，咱们就让明娇和谢创也结婚吧。好端端的，干嘛说这事啊？这样以后万一家里有什么事儿，能多有几个家里人。现在好好的，会有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每天觉得心里慌慌的。是你心力不足，总是劳心劳力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我们的事儿。我想等2个孩子都办完婚礼了，我们就离婚吧。没这个必要吧？我们这个关系熬了这么多年了，不用这样的。我想，半辈子都过去了，我要不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，是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？另外，这次我回家来，我想只要能看到2个孩子结婚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只是2个孩子对你怎么样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他们以后会明白的。